大家好啊，我係小偉啊，好歡迎你嚟到我嘅頻道。各位嘅街坊老友記，今日我哋講嘅話題係見證咗香港零售業由巔峰跌落到低谷，曾經風光無限，號稱港島商場一哥嘅銅鑼灣時代廣場，而家變成點樣？靜到客人，周末人流稀疏，走廊空蕩蕩，顧客寥寥無幾，靜過圖書館。更加無奈嘅係淪為咗公共廁所，好多人入去淨係為咗借洗手間，打卡位變休息間，輝煌不再，光環徹底褪色。今日我哋就深度咁拆解時代廣場點解會淪落到今時今日，北上潮點樣將昔日嘅地標整冧，香港嘅零售業寒冬到底有幾凍？仲有幾多老店排住隊等結業？我哋先嚟睇睇曾經嘅時代廣場有幾風光。時間返到去1994年，時代廣場正式開業，屹立喺銅鑼灣核心地段，17層直立式嘅商場加2棟嘅寫字樓，當年係銅鑼灣最大型嘅商場，妥妥嘅港島一哥。嗰陣時嘅時代廣場係香港潮流地標，遊客必打卡嘅勝地，風頭一時無兩。跨年蘋果倒數轟動亞洲，模仿紐約時代廣場外牆15個蘋果燈飾倒數亮起，每年吸引超10萬人聚集。電視台直播全城狂歡，係香港人嘅集體回憶，人氣爆棚，一鋪難求。觀光電梯每層都客滿，中庭人潮湧動，國際大牌紮堆，租金傲視群雄，商戶排隊等入廚，係高端消費嘅代名詞，身份嘅象徵，潮流嘅風向標。千禧年前後去時代廣場購物打卡，係潮流同埋體面嘅象徵。內地嘅遊客、亞洲嘅遊客慕名而嚟，帶旺成個嘅銅鑼灣商圈。當年嘅時代廣場燈光輝煌，人聲鼎沸，係香港繁榮嘅縮影，話係亞洲頂級商場都唔誇張。但係今日行入時代廣場，反差大到你難以置信，昔日繁華徹底消失，只係剩低咗冷清同埋唏噓。周末黃金時段本應該係人山人海，而家商場入邊人影稀疏，走廊空蕩蕩，扶手電梯甚至得1、2個人，多層樓層幾乎係零顧客，安靜程度直逼圖書館，講說話都要細聲啲。更加諷刺嘅係，而家好多人入時代廣場唔係購物，淨係為咗借廁所。商場乾淨免費，位置方便，成咗路人遊客嘅公共洗手間，用完即走，冇消費，冇停留。昔日高端地標淪為公廁，令人唏噓。外牆嘅大電視再都冇萬人圍觀嘅盛況，只係剩低零星嘅路人坐喺石階休息。店鋪雖然好多，但係顧客稀少，店員比客人仲多。裝修老化，設計過時，對比隔籬嘅希慎廣場嘅現代時尚，時代廣場顯得陳舊落伍，吸引力大不如前。時代廣場跌落神壇唔係偶然，係多重嘅因素夾擊，而北上消費潮係壓垮佢嘅最重嘅稻草啦。近年港人北上消費盛豐，周末至假日大批港人湧入深圳、廣州。食飯、購物、娛樂、美甲美髮，甚至買餸都北上。點解？差價太大，性價比碾壓。香港普通嘅茶餐廳一碗麵50、60蚊港幣，深圳同樣價錢可以食到豐盛嘅套餐。奢侈品、日用品、服飾，內地平一大橛，仲有電商補貼。內地商場新，設施全，服務好，選擇多。消費體驗遠超香港舊商場，港人北上消費人次逐年暴漲，喺香港年消費高達
幾百億港幣，大量嘅消費力外流，香港本地商場冇生意做。銅鑼灣商圈內卷嚴重，隔籬嘅希慎廣場大規模咁升級，設計現代，品牌新潮，體驗豐富，搶走咗大量嘅年輕客群。崇光百貨、世貿中心等分流遊客，時代廣場定位尷尬，新舊客群都流失。電商嘅崛起，內地網購發達，價錢平，送貨快。香港人都鍾意網購，遊客消費習慣改變，打卡為主，購物為輔，奢侈品消費轉向其他嘅地區，實體嘅商店人流、營業額雙重下滑。時代廣場運營30幾年，裝修老舊，設計過時，業態固化，未能跟上年輕消費者嘅需求，調整緩慢，轉型乏力。對比內地商場快速迭代、主題化嘅運營，差距越拉越大，吸引力持續下降。時代廣場嘅慘況唔係個別，只係香港零售業寒冬嘅縮影。成個香港零售餐飲行業都面臨前所未有嘅危機，大批嘅老店、名店撐唔住啦，排隊結業。大班麵包西餅41年歷史，冰皮月餅始祖全線結業，海皇粥店連鎖名店經營多年，全線閂門。名都酒樓金鐘35年老字號結業離場，蓮香樓67年歷史傳統嘅茶樓黯然結業，仲有燉奶佬茶餐廳、聯邦皇宮、富東閣等半年內幾十間嘅餐飲老店結業，集體回憶逐漸消失。銅鑼灣、彌敦道等嘅核心商圈，隨處可見黃鋪照租，柏麗購物大道1/5嘅鋪位空置，唔少老字號零售、服飾、皮具店都撐唔住，閂門大吉。租金貴、人工貴，消費外流，遊客減少，網購衝擊，多重嘅壓力之下，香港零售業寒冬刺骨，冇人知道仲有幾多老店可以撐落去。每日都有店鋪貼出結業清倉嘅告示，令人心痛。由萬人空巷嘅跨年盛事，到整個圖書館淪為公廁。時代廣場30年嘅興衰，見證咗香港零售業嘅黃金時代同埋跌落低谷。佢嘅落幕唔只係一個商場嘅悲劇，更加係香港消費格局轉變嘅縮影。北上潮帶走咗消費力，網購改變咗習慣，競爭加劇，分流客源，自身老化失去吸引力，多重因素下，昔日輝煌難再續。而時代廣場只係冰山一角，香港零售業寒冬仍未過去，仲有幾多陪伴港人成長嘅老店喺結業嘅邊緣掙扎？仲有幾多嘅地標會一步步失去光環，被遺忘？香港嘅繁榮從嚟都唔只係靠地標同埋商場，更加係靠活力同創新。面對困境係沉淪定係突圍，係堅守仲係轉型呢？呢個問題唔止係時代廣場要面對，成個嘅香港零售業都要認真思考啦。希望香港可以揾到破局之路，留住更多集體回憶，重現昔日嘅光彩。亦都希望每一個人珍惜身邊仍在堅守嘅老店，因為佢哋承載嘅唔單止係生意，更加係一代人嘅回憶同埋情懷。唔知你對時代廣場嘅衰落有咩睇法呢？你有見證過香港邊啲老店嘅消失？一齊探討香港嘅變遷同埋未來，歡迎評論區分享。好啦，今日分享嘅視頻內容就到此為止啦，希望對你有所幫助。我哋下期再見。